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廚娘啦，好歡迎你哋嚟到我個煮食頻道啊！我知道大家朝頭早起身之後都會趕住出門口，上班一族趕住返工啦，而學生就趕住返學。大家唔好再成日食啲空氣麵包啦，食咗就等於冇食，又貴又冇營養喎。其實早餐都應該食得豐富啲先開心噶嘛。咁今日咧，廚娘就會教大家用手抓餅製作簡單易做嘅早餐，只需要用大概10零分鐘嘅時間就做到噶啦，唔會影響大家出門口嘅時間，大家可以帶住呢一份美味嘅早餐返工返學食添。今日廚娘用咗白蘑菇啊、煙肉等等嘅材料，大家其實亦都可以按個人嘅喜好配搭其他食材噶。喺接住落嚟嘅影片，我會一步步示範點整，相信呢條影片可以為大家帶嚟聽日早餐嘅靈感。喺開始之前，大家記得先訂閱我個頻道啊，同埋記得撳埋個小叮當喎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我每次出嘅新片啦。大家首先睇睇今日所需要嘅材料啊，所需要嘅材料非常之簡單嘅啫，我都列晒喺度噶啦。急凍手抓餅，廚娘長期都會擺喺冰格噶，需要時就可以攞出嚟用啊，非常之方便。同一時間，我亦都準備咗一份英文版嘅食譜，有需要嘅朋友可以睇呢度啊。大家抄好食譜，我哋而家馬上開始咯。介紹翻先，今次廚娘教大家用手抓餅整早餐啦，將會用到嘅係 Fika 嘅廚具。呢一個品牌嘅廚具係由韓國製造噶，佢用嘅係 Extrema Coating 嘅專利技術，一體成型，不含有害物質 PFOA 同埋 PTFE。佢嘅鑊適用於 IH 電磁爐啦、一般電爐、電陶爐同埋洗碗機等多種廚房設備。Fika 嘅廚具仲有多種嘅款式同埋尺寸俾大家選擇，可以迎合唔同用家嘅需要。如果大家有興趣知多啲呢一隻品牌咧，可以喺下邊文字區嗰度睇翻相關嘅資料。好，事不宜遲啦，而家開始煮咯。咁咧，我哋首先要準備一啲蒜蓉啦。咁啊，呢度有2粒蒜，將佢剁成蓉，一陣間用嚟爆香啲蘑菇嘅。咁啊，蘑菇準備6粒啦，大概咁上下 size。記住蘑菇千祈唔好浸洗啊，一浸洗就會爛噶啦。我建議咧用廚房紙，係濕嘅廚房紙，將蘑菇逐粒抹一抹，抹走上面啲泥，咁就可以噶啦。咁而家咧我就會將抹咗嘅蘑菇啦搣走粒丁，然後用刀咧將佢切片。如果唔用白蘑菇咧，都可以用啡菇嘅。嗱，你見到啲蘑菇仲係好乾爽嘅，咁我哋而家咧將蘑菇擺喺個碗度備用啦。番茄我就準備半個，咁啊番茄已經洗乾淨噶啦，咁我哋將個丁搣走，然之後將半個番茄切片，再擺埋一邊備用啦。我今日準備咗西生菜，呢度有一個嘅，不過用唔晒噶，我哋將佢切部分出嚟，然後將西生菜切絲，切咗絲之後咧，就要將啲西生菜絲咧清洗乾淨，擎乾水嘅。雞蛋就需要2隻，可以先將雞蛋打喺個碗入邊，加少少鹽調味，然後用筷子將雞蛋發勻，跟住就過隔離啦，準備平底鑊。今日我準備咗嚿牛油嘅，用牛油炒啲菇咧會香好多。咁啊，用翻無鹽牛油啦，將適量嘅牛油擺喺平底鑊中間，然後開細火，等牛油慢慢煮溶。保持細火啦，將頭先切好嘅蒜蓉加入去，先將蒜蓉爆香，接住落嚟可以將頭先準備好嘅白蘑菇加入去鑊中間，
keep 住細火啦，一開始唔使係咁炒啲菇嘅，只需要將啲菇攤開，等佢索晒啲牛油，慢慢煎香。煎到有香味之後，就可以將啲菇炒一炒。呢個時候已經聞到成個廚房都係好香嘅白蘑菇味道啦。唔知大家嘅雪櫃裏邊會唔會長期都擺咗黑松露醬嘅呢？如果有嘅話，你咁啱冇蘑菇呢，可以落黑松露醬去取代白蘑菇呢一個部分。我就咁啱用晒啲黑松露醬啊，所以就買咗白蘑菇。咁可以加少少黑椒粒啦，因為雞蛋我落咗少少鹽啦嘛，同埋啲煙肉都有鹹味啊，所以啲白蘑菇我就冇特別落鹽。咁啊，同埋啲白蘑菇如果落咗鹽嘅話，好容易出水啊，我就唔係咁中意啦，所以我就咁用咗啲黑椒啫。咁啊，差唔多咯，而家就可以將啲白蘑菇兜起。嗱，夾起咗啲菇之後呢，個鑊仲係好乾爽噶。咁啊，我哋用同一個鑊啦，繼續保持住細火，加少少牛油。啲牛油煮溶咗之後呢，就可以將頭先準備好嘅蛋液加入去啦。隨即喺雪櫃度攞翻個手抓餅出嚟，任何牌子都得噶啦。咁啱我買嘅呢一隻呢，有香蔥啊，香蔥味嘅手抓餅，無需解凍啊，直接將成塊手抓餅擺喺啲蛋上面啦，繼續等佢慢火煎。諗下，我仲想份早餐豐富啲啊，咁所以呢，我就再加埋煙肉啦，喺隔籬個鍋度加少少牛油。真係好少得噶啦，因為啲煙肉都會出油嘅，都係用細火啦，將煙肉兩邊煎至金黃色。好，再望翻呢邊呢，手抓餅已經軟化咗啦，我哋將成塊餅反轉，再將手抓餅呢面呢煎到金黃色，咁就可以噶啦，就好似咁樣。再望翻呢邊呢，啲煙肉都煎好咯，咁啊係時候我哋可以將啲煙肉都攞起啦。哇，咁快就已經熄火啦！我哋將所有嘢堆砌起嚟，咁就可以啦。而家喺手抓餅同埋煎蛋上面加上番茄，咁同埋頭先洗乾淨嘅生菜絲，同埋炒香咗嘅白蘑菇，仲有香脆鹹香嘅煙肉。中意芝士嘅朋友仲可以加埋芝士添。跟住呢，就可以將成塊手抓餅對接，再握一握條邊啦，費事佢彈起啊！如果趕住出門口，就可以用錫紙包起入袋攞走，返到公司慢慢嘆啦。好似放假嘅時候喺屋企咁，梗係要配備一杯香濃嘅咖啡，又或者係甘醇嘅茶啦。呢一款早餐可謂非常之簡單易做，飽肚豐富又美味啊！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如果你中意我今次嘅分享，記得俾個 like 我，同埋記得 share 個食譜俾你嘅朋友喎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